日約翰書5第4節讓人講到，攏眾人從上帝裡出世，從上帝裡出世意思嚟講，相信主嘅人都係大人呢個世間。嗱，從上帝裡出世，相信上帝嘅人能夠大人呢個世間。世間要咩呢？當然世間有問題，有痛苦，有不實啦。世間嘅問題各樣問題啦。而家信主嘅人能夠大人呢個世間。嗱，用透過咩？透過自家嘅信心，信心能夠大人呢世間嘅問題。所以自家信主，自家要有信心對耶穌基督。時間能夠大人呢世間各樣嘅痛苦，各樣嘅問題，各樣嘅苦衷，時間能夠跳過去，透過自己嘅信心，因為自己信耶穌基督係自己嘅救主。嗱，有啲時間唔是講世間呢啲有問題有痛苦，啊，但係自己嘅信心係練強嘅，信心係練長嚟，信心增加強，時間能夠大人呢世間嘅問題。嗱，相信耶穌基督，時間能夠對付世間嘅痛苦，世間嘅不實。阿門。